台中的警方接到一个查甫人报案，讲伊互两个家己讲是警察的查甫人压上车，而且佮牙签甲恐吓，要伊交出身躯顶的130万的现金，了后就甲载去放伫个彰化花坛。警方目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抓到6个嫌犯。经过调查，本案是被害人以假投资方式诈欺面交得手130万元，却遭同伙赖姓嫌犯出卖。 精心策划黑吃黑，勾结外人假冒警察拦查，再真抢劫诈欺赃款，平分发用。所幸专案小组锲而不舍，积极追查，将6名犯嫌全部逮捕到案。全案依刑法冒充公务人员行使职权罪、强盗罪、加重诈欺罪、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 经过警方调查，发现这个报案的人是诈骗的共犯。迄天收到诈骗受害者的钱，煞互共集团的成员半路诈钱。而且警方已经伫咧彰化抓到4个嫌犯，查到一支称108000块的压榨钱，也佫有警方的夹仔、帽仔等等的证物。另外嘛，佫有追查到其他2个嫌犯到案。